恁做囝儿的，爱伫厝内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爱孝敬父母，互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永远的诫命。爱孝敬父母，互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永远的诫命。恁做老爸的，毋通惹囝儿的气，只爱照着主的教示甲境界养育因。恁做仆人的，爱惧怕、战敬，用诚实的心听从恁肉身的主人，好亲像听从基督一般。毋通干那伫眼前侍奉，亲像讨人欢喜的，爱像基督的仆人，对心内尊敬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亲像服侍主，无亲像服侍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拢必按照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恁做主人的大仆人，也是一律毋通威胁因，因为知影因甲恁同有一位主伫天顶，伊并无偏待人。我也有未了的话，恁爱靠主，我靠伊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爱牵挂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会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咱毋是甲属血气的争战，乃是甲遐即情的掌权的关合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爱提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伫无难的日子抵挡受敌，并且成就一切，也会阁徛得得了。所以爱徛稳了，用真理当作陪带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热胸，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行路的鞋穿伫骹顶。此外，阁摕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遐恶者的一切火箭，并带上救恩的头花，摕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刀，靠着圣灵随时刀锋击倒祈求，并爱伫此警醒不惯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互我得到口才，会当以放胆开嘴，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所连的使者，并互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当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伊要甲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讲互恁，叫恁知影。我特意打发伊甲恁迄边去，好叫恁知影我的光景，阁叫伊安慰恁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对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归乎兄弟恁，并愿所有诚心爱咱主耶稣基督的人，拢蒙恩惠。